赤鱲角嘅天空，飛機往來不絕。而呢片土地上，一種蛙曾經喺呢度瀕臨絕境。盧氏小樹蛙咧就係Mr. Roma 盧文先生喺1952年咧，佢咧就喺南丫島索罟灣附近有一個山洞，咁山洞入口度少少積水，咁佢就揾到啲蛙，揾到啲蝌蚪。咁盧文先生其實香港研究兩棲爬行動物甚至無哺乳類嘅鼻祖嚟嘅。咁佢一見到咧就知道，咦，一定好特別，因為佢之前未見過。咁所以就採集嗰啲標本啦，就寄咗去俾美國嘅專家去鑑定，咁咧就發現真係新種。呢種蛙以發現者約翰盧文先生嘅姓氏命名，但係發現地嘅天然山洞喺1953年倒塌，喺多次尋找之後都冇再揾到盧氏小樹蛙嘅蹤跡，令人一度以為佢哋已經絕種。直到生物學家包家天神父籌備香港兩棲爬行動物圖鑑，先重新發現咗呢種蛙。直至1983年，咁就喺索罟灣其實附近咧有一啲叫神風洞嘅，咁就係二次大戰嗰陣時，日軍咧就掘咗一啲好短嘅隧道喺其中一個山洞嗰度咧，都積到水嘅，咁揾到啲蝌蚪，咁跟住再隔一年1984年咧，神父就同我另外一個朋友去翻呢個山洞，咁真係終於揾到青蛙啦，亦都聽到啲叫聲啦。除咗南丫島，科學家喺1980到90年代相繼喺大嶼山、赤鱲角同埋蒲台島都發現到盧氏小樹蛙。但係到咗1990年代，機場嘅興建計劃令赤鱲角嘅族群出現危機。為咗保育赤鱲角嘅盧氏小樹蛙，當局連同專家進行咗遷地保育計劃。其實有一派聲音就話，咦，南丫島都有，大嶼山都有，點解唔赤鱲角捉咗，放咗佢哋出去，咪搞掂咯，唔使做咁多嘢。咁但係嗰陣時我哋就諗，因為呢都係海島，咁所以估佢哋個遺傳多樣性咧都會有一啲唔同。咁我哋做保育嘅個遺傳個多樣性都係重要嘅。咁同埋喺赤鱲角拯救嘅樹蛙咧，其實個數量都唔多嘅。講緊我有1年嘅時間捉啦，都係捉咗200幾隻。咁同埋大部分都係雄性嘅，因為咧係雄性嘅蛙先會叫，咁好易揾到。但係雌性嘅蛙咧，佢係準備產卵啦，佢先走埋去個繁殖地嗰度。劉慧寧博士將捕捉到嘅盧氏小樹蛙送到香港大學同埋墨爾本動物園進行人工繁殖，之後再將人工繁殖嘅樹蛙同蝌蚪放返去香港其他適合嘅生境，設置適合樹蛙繁殖嘅水盆同埋水池，以遷地保育嘅方式延續赤鱲角盧氏小樹蛙嘅族群。盧氏小樹蛙喺過去幾十年中經歷咗好多挑戰，但係透過劉慧寧博士同埋宋亦希博士2代保育學家嘅努力，佢哋此刻依然喺香港健康存活。盧氏小樹蛙嘅原生族群，譬如講大嶼山，透過我哋現有嘅數據咧，大部分其實嘅種群都幾穩定嘅。但係咧，我哋其實喺可能近4至5年啦，觀察到某一啲種群咧個數量有明顯下降，可能有某一啲因素咧係可以令到佢哋可能好短期，可能講5至10年咧個種群數量可以減少得好快。盧氏小樹蛙分佈喺大嶼山嘅昂坪、大東山、東涌、蓮花山、黃龍坑、水口、石壁同埋深鬱。鑑於盧氏小樹蛙獨特嘅生態同埋科學地位，佢哋位於昂坪嘅棲息地喺1999年被指定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我哋今次得到咗大嶼山保育基金嘅支持啦，對於盧氏小樹蛙咧進行呢個項目咧有2個目的嘅。第一個咧就係研究下2個可能潛在嘅威脅啦，第二個咧就希望可以優化我哋對盧氏小樹蛙嘅調查方法嘅。研究團隊觀察到盧氏小樹蛙嘅族群數量喺2個地點大幅減少，而呢2個地點都比較接近人類活動嘅範圍，估計同入侵種溫室蟬同埋頻繁使用滅蚊殺蟲劑有關。
咁溫室蟬咧就係一種嚟自中美洲嘅一種細型嘅青蛙啦。咁佢哋有一個好有趣嘅生物學嘅特徵啦，就係佢哋冇蝌蚪期。咁佢哋只要生一啲蛋咧喺啲濕嘅泥土咧，咁佢哋可以孵化成蛙仔㗎啦。咁喺20年前咧，初次就喺香港發現到啦。咁其實佢而家分佈香港咧都好廣泛嘅，基本上市區大部分嘅市區，如果你發現青蛙，好大機會都會係佢啦。佢哋嘅體型相當，基本上都差唔多啦，大概2至3厘米啦。咁估計佢哋食嘅可能好相似。咁所以就我哋呢個研究其中一個目的就睇下佢哋，尤其是食性上面咧，會唔會有競爭咯？咁我哋用2個方法啦。第一個我哋就捕捉到盧氏小樹蛙啦，同埋溫室蟬咧，去採集佢哋嘅糞便樣本，然後做一啲基因測試，咁睇下佢哋捕獵嘅獵物咧會唔會好相似。咁第二我哋用一個化學嘅一個分析啦，就叫同位素嘅分析。研究結果顯示，盧氏小樹蛙同溫室蟬喺食性上有相當程度嘅重合，所以佢哋之間有機會存在競爭關係。不過，目前盧氏小樹蛙嘅分佈仍然相當廣泛，而要移除溫室蟬喺實際操作上亦都相當困難。但係如果未來觀察到盧氏小樹蛙嘅族群出現明顯下降，或者就需要重新考慮採取移除溫室蟬嘅管理措施。喺呢個項目入邊咧，我哋其中一個就希望可以研究下滅蚊殺蟲劑對盧氏小樹蛙嘅影響啦。咁我哋就揀咗3種咧，比較常用嘅一啲滅蚊殺蟲劑。咁我哋研究下佢哋，尤其是對蝌蚪啦嘅，譬如可能存活率啦，或者生長速率啦，或者行為方面有啲咩影響嘅。我哋初步嘅結果咧，都發現咗，譬如我哋可能有聽過一種叫滅蚊油啦，灑咗啲滅蚊油咧，就係令到啲譬如蝌蚪或者其他動物或者蚊啦，其實佢哋會缺氧而死嘅。其實佢哋嘅毒性咧，對盧氏小樹蛙嘅蝌蚪咧就係最高嘅，基本上好接近我哋嘅建議嘅劑量咧，都可以令到一部分嘅盧氏小樹蛙嘅蝌蚪咧都唔能夠成長咯。研究顯示，另外2種滅蚊殺蟲劑，包括蚊沙同埋蘇雲金桿菌，對盧氏小樹蛙蝌蚪嘅存活率同埋生長速率影響較細，係對兩棲類較為安全嘅滅蚊方法。由於滅蚊油對盧氏小樹蛙蝌蚪嘅傷害最大，因此研究團隊建議避免使用滅蚊油。每年春季，只要條件合適，雄性嘅盧氏小樹蛙就會不約而同咁嚟到水池邊，鳴叫吸引雌蛙前嚟交配，繁殖下一代。其實我哋希望可以提供到一啲意見，點樣可以優化我哋調查盧氏小樹蛙嘅方法嘅。例如我哋依家傳統嚟講啦，好多時就係出去聽有幾多盧氏小樹蛙，或者揾幾多蝌蚪。咁但係咧呢啲咧好受天氣影響嘅，譬如早幾日有冇落雨，就會好影響到我哋揾到嘅數量咯。咁所以我哋今次就會利用一啲叫做錄音機啦，就放出去，佢可以24小時不停咁樣錄嘅。咁我哋就可以睇到，譬如盧氏小樹蛙佢哋活動個叫聲同天氣嘅影響。透過長時間聲音監測得嚟嘅數據，研究團隊正建立一套利用自動錄音器進行調查嘅標準方法，希望未來可以用於盧氏小樹蛙嘅長期族群監測。佢哋嘅生境咧，其實呢幾十年咧係有改善到嘅，因為佢中意喺啲樹林嗰度生活嘅。咁透過我哋嘅保護同埋透過啲樹木自然嘅生長咧，其實樹林嘅面積大咗啦，啲樹木亦都係長得密咗嘅。睇翻佢哋嘅分佈咧，比我90年代做調查嗰陣時咧係分佈廣咗嘅。由被發現到而家，盧氏小樹蛙經歷咗唔少威脅。如今族群數量漸趨穩定，但係佢依然係分佈狹窄嘅瀕危物種，唯有透過政府、專家同市民共同嘅努力，先能夠確保盧氏小樹蛙可以繼續喺香港繁衍落去。